拍慢，画图袂合慢，画图袂合慢。我会晓唱歌，我会晓唱歌，水家甲我做伙唱歌，水家甲我做伙唱歌。我嘛会晓唱歌，我嘛会晓唱歌，我嘛要甲恁做伙唱歌。阮嘛要甲你做伙唱歌。大海看看看，大海看看看，海翁唱歌红声搁好听，海翁唱歌红声搁好听。我会晓跳舞，我会晓跳舞，白灵师甲我做伙跳舞，白灵师甲我做伙跳舞。阮嘛会晓跳舞，阮嘛会晓跳舞，阮嘛要甲恁做伙跳舞。阮嘛要甲恁做伙跳舞。爷仔跳舞静静爷仔跳舞静静静。伊是拿杯拿跳舞，伊是拿杯拿跳舞，真牛真牛，真牛真牛。高山仔拢来替恁拍步啊！高山仔拢来替恁拍步啊！即马你想要画图、唱歌、跳舞，即马你想要画图、唱歌、跳舞，也是要甲高山仔做伙拍步啊！也是要甲高山仔做伙拍步啊！多谢大家。啊，拢四支嘞，哪嘞？好啊，好。这只，这只。好。啊，恁几支卡？两支。好。咱即摆要来算，恁进前算过迄落点啊加连着卡这件代志。好哦。我若讲，我念着一只高山仔，甲一个人的时阵有几支卡？一个高山仔几支卡四支， ？7支。一个高山仔4支，啊一个人安尼几支卡6支，为什么？6支。这个时阵恁就爱用6支卡连做伙。就是恁3个人爱徛做伙，安尼一撮叫做6支卡哦，敢袂使？安尼徛做伙啊，无我毋知你是一撮，会使吼？啊是你要举手就好，举手就好吼，一个人家己算数咯。所以恁有10支会当比对无？会使吼？好，咱再来一届哦。点啊加连着卡，连着几支卡？连着3个囡仔啦。你学校的牛是毋是剩2只尔？一只。剩1只尔。那做1只呢？好，不要紧。请问恁感觉去牛国爱准备什么物件？较有法度去？想看卖啊？请讲。刘理兄。3个来9个口。多谢。请问准备什么？你出国要加个人排队。还是你拢无咧看？啊！你迄个上重要的啦，对啦，卡片、钱，信用卡够够？信用卡就好啊啦吼。1000块美金。我讲1000块。你讲1000块？我刚刚是1199块台票。好，安尼可能才会当食一碗面了无？你思考者到要加炸较济，敢需要炸胡椒？你若去台湾讲免啦，咱无需要。好哦，咱来看卖下去牛角爱炸啥物？这只牛角做偌只？嘿，好食。去牛角，这是土仔囝头摆去牛角。伊足强，佮足紧张，家己出门敢会足紧张？我毋敢听到。恁敢知影你浸温泉的温度差不多几度？
爸。安尼就要煮盐妹妹汤啊！应该真假60度会足济啊啦，咱平常时咱洗身躯温度才会43度左右，好哦。42度。看囝要长期的日子，一天一天我紧啊，鼓出来去买零食。市场内底有足侪好耍好食物件咧。头前有一间店的饼真好食哦，咱来去食看卖的。咱才会买伤济，你来坐遮。好笑。我囝要转去啊！一挂甜甜的礼物，甲古济公车，窗外风景看起来足熟悉的，互我囝常常感觉真唔甘。飞轮机就准备要起飞啊哦！久轻轻啊，甲拖仔囝揽一下。你今啊，感觉会感觉，旧国的每一只牛，拢生做真相共。拖仔就摇头。后回爱搁来耍哦。好啦，你马上来拖我讲耍哦。好来。这时机场的放送响啊！各位旅客，真实的，拄只飞轮机发生1点仔以外有故障，反正咧拍拼抢修，海念的就是咧修理的意思。差不多爱6个月以后就会当起飞啊哦！哦，安尼拖我到我都转去。我倒去到拖仔国，敢好？好。啊，因为啊，伊这歹去，无咱来家己做一只飞轮机，互伊飞，敢好？好啊。好吼，我飞轮机的。恁敢有做过迄种移空的飞轮机？我操啊！我来比报啊！伊就是一个移，等一下哦。加2个。你看敢会当飞哦？准备哦。之前细汉的时阵，恁咧耍飞轮机敢爱咧？敢爱？我的飞机，我是用迄个保利龙直接去。哦，你用迄种诶？我直接下线，直接飞起来。我再用歪的位置登去。我甲你讲，因为迄种啊，土仔坐袂惊，即种飞较慢，土仔较袂惊，安尼敢好？我钱一栽就会落出来。嘿，钱较大只。你若是搁足惊伊会落出来，遮芳这个所在啊，你着家己向内底，安尼小可凹一下，啊规箍拢家己凹一下，就是类似家己定型，安尼去甲掀开。啊，搁你这甲芳的这个所在爱家己凹落去。嘿啊，是安怎？拗落了，家己固定一摆，互伊搁走出来了，搁家己掀开。敢会使？好。你想？